大家好，我係心齋。人們陷入焦慮，往往唔係因為冇目標，而係無法接受自己冇目標嘅狀態。我想讓你知道嘅係，其實暫時冇揾到人生努力嘅目標，亦冇關係，因為目標嘅出現需要一個過程，經過長期嘅學習、成長、探索同埋嘗試嚟發現。即使冇揾到目標，我哋亦一定要接受自己嘅迷茫同埋無措，咁樣先至能夠避免因此帶嚟嘅內耗。文章馬浩天。接受暫時模糊嘅狀態。大部分年輕人嘅生活狀態都係迷茫嘅，揾唔到目標嘅，唔知道你有冇5年、3年或者係1年嘅目標。可能好多人都處於冇目標嘅迷茫狀態，每日忙忙碌碌，但係唔知道忙嘅意義喺邊度，感覺自己好似行屍走肉。每個人都可能出現對而家同埋未來嘅模糊感同埋不確定性，呢個甚至唔係一種階段性嘅現象。迷茫呢一種狀態往往會存在於好多人嘅青春期、後青春期，甚至中年階段。各種媒體、勵志人物都喺度講，生活一定要有目標，否則人生就好似迷航嘅船隻，永遠到唔到岸嘅。呢一句話講得啱，所以好多人因迷茫而慌張、焦慮。更嚴重嘅係，有啲人因為唔願意接受而家嘅模糊感同埋冇目標狀態，但係又無力改變，由此陷入咗無盡嘅消沉，令到自己嘅身心、工作同埋生活都一團糟。我想大家都經歷過面試，我哋喺面試官面前亦曾信誓旦旦嘅談論自己嘅理想，但係呢啲話大多係我哋為咗應付面試而準備嘅，之後都會忘記，亦從來冇認真諗過係咪真有咁遠大嘅理想，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。其實暫時冇揾到人生努力嘅目標亦冇關係，因為目標嘅出現需要一個過程，經過長期嘅學習、成長、探索同埋嘗試嚟發現。即使冇揾到目標，我哋亦一定要接受自己嘅迷茫同埋無措，咁樣先至能夠避免因此帶嚟嘅內耗。有位心理學家講過，接受暫時嘅模糊狀態本身就係一種成長同埋精進。你仲冇目標，講明你仲未準備好。迷茫亦唔意味住退步。也許我哋能喺迷茫裏邊厚積薄發。厚積指嘅係大量嘅累積，薄發指嘅少量緩慢嘅發揮。人們陷入焦慮，亦往往唔係因為冇目標，而係無法接受自己冇目標嘅狀態。因此，首要做嘅就係接受迷茫嘅自己。喺目標出現之前，我哋往往要經歷一段黎明前嘅黑暗。喺黑暗裏邊，有啲人淡定坦然，默默耕耘；有啲人卻慌張無措，憂心忡忡。我哋越唔能夠接受黑暗，就越容易遭到黑暗嘅戲弄、恐嚇。從時間知覺論嘅角度嚟理解，我哋越無法忍受乜嘢，忍受嘅過程就會越漫長。同樣嘅道理，迷茫嘅程度亦並唔係由冇目標狀態直接決定，而係取決於我哋對迷茫係抗拒定係接受。可見越抗拒就會越迷茫，接受佢，我哋嘅迷茫反倒係會少一啲。
當然，接受迷惘同埋冇目標，僅係第一步，仲要對而家嘅生活做一啲思考同埋改變，然後去努力同埋嘗試。接納咗迷惘嘅自己之後，請唔好吝嗇去嘗試，因為嘗試係會讓我哋離目標越嚟越近。如果你仲唔知道自己想達成乜嘢樣嘅目標，咁不妨趁大好時光，體驗可能令到自己感興趣嘅領域，唔局限方向嘅行動。雖然只係一次小小嘅嘗試，卻好可能會幫你打開新世界嘅大門。唔知道邊一次能讓自己接近適合自己嘅目標，並且隨時有可能突破當下嘅迷惘。所以我哋要勇於嘗試。心理學家格桑澤人告訴我哋：迷則行醒事，明則擇事而行。意思係喺人迷惘嘅時候，就去做明確啱嘅事；喺確定自己想要乜嘢嘅時候，就要從對嘅事之中選擇對自己更有利嘅事去做。深陷迷惘嘅人每日都喺度自我折磨，佢哋將迷惘同埋停滯不前日復一日，毫無改變畫上等號。其實迷惘者有選擇，只要做明確對嘅事同埋好簡單嘅事就可以啦。我曾認識一個編輯，佢有一次趁休假去西藏徒步旅行，返嚟之後嘗試寫咗一本遊記，結果發現自己仲幾鍾意寫遊記，於是佢將旅遊當作寫作方向。到而家佢已經出咗10幾本旅行筆記，反應都唔錯。請唔好忘記，一個人嘅腳尖朝向就係佢所選定嘅方向。我哋所走嘅每一步都關係到最後嘅結局。因此，即使係迷惘中嘅人，亦可以先接納自己嘅狀態，然後嘗試為自己創造機會，揾一件明顯對嘅事去做。本文摘錄自冇邊個喺度折磨你，係你唔放過自己。1% 嘅不快、不甘、不爽，總釀成我內心100% 嘅折磨。呢個就係內耗。我得趁剛萌芽就碾死佢。任性出版嘅收看。